在下王司徒，敢问姑娘方？怎么非要在这种关键的时刻？手感好好呀！你是小老虎的爸爸吗？别这样，你是老大快撤！暴露了！死瘸子，又来找事儿是吗？竟然敢欺骗我们！后会有期。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那个死光头没欺负你吗？那么漂亮的光头，看上去好亲切呀，感觉不是坏人呢。我有一个梦想，这世上不再有卑劣的匪徒，不再有刺眼的光头，改变从现在开始。这个梦想，就让我们一起来实现吧！一起实现！又来了。从那之后，力量这灵仔1个月不到就把山寨改头换面，而且想要收集草药炼化熔灵丹，光靠那群傻光头可不够，还得靠水后村的村民。白洁能够打消他们的疑虑，光头帮的口碑自然也好了起来。万事俱备，只差炼丹这最后一步了。是错觉吗？总觉得这么顺利，会有什么不好的事要发生。